盐水溪呢，整个是属于中央管河川。那盐水溪在第6河川局目前整治的概况呢，下游到目前大概整个到八甲桥以下呢，目前大概都已经有完成初步的一些整治，就是说防洪高度也都已经达到了。那接续呢，我们在今年呢也去投编的浸会呢，将会做妈庙桥的右岸呢到七甲桥这一段的一些环境改善，还有整个堤防，让它整个堤防设施较完善。那七甲桥到八甲桥这一段的堤防呢，我们也会在筹措经费，将相关的水防道路的连通也好，或设施让它做完善。桥造起来对两方面的居民都很好，尤其上班族的，他们的走。归人要到我们这边上班，到新市都是走这条比较近，至少没有红绿灯，还有路也很宽大啊，还有这边的农民呢，因为几乎这边的农民都是归人的农民，所以他们在要耕种的时候也是很方便啊。伊这个地段是属于关庙下湖段，所以属于下湖里。我讲无咱去做一个以后的一个研究，比如咱下湖里七甲里的一个名称会当留落来所以呢各取一个前面一个字就写那个福气。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盐水溪是台南市境内中央管理的河川之一。经济部水利署第6河川局逐年办理治理工程，来改善沿岸淹水情形。其中七甲桥因梁底高度不足，容易形成水患，所以桥梁改建及堤防改善工程相当紧急而且重要。台南市政府水利局主办七甲桥改建工程，历经1年的施工期，在今年4月完工通车，改名为湖七桥。改建后提升防洪功能，也让关庙及归仁区民众进出更加便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水利局长怎么说吧。那这个桥梁的改建呢，最主要是我们获得水利署的一个经费的补助，大概5600万，那总经费是7105万。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市府也有筹了1000多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经费。那这个桥梁呢，最主要过去是一个它那个梁底高层过低，有影响通洪。那所以说呢，我们跟中央争取经费来办理这样改建。那这改建完成之后呢，原本的桥宽大概是只有6.5公尺，那在这次也拓宽到8.5公尺。那这个桥梁改建完成之后，对于归仁的七甲跟那个关庙的下湖里这个两区的民众来讲，这个也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大事。桥梁改善完成之后，包含我们周遭的一个防汛道路，也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衔接。这个交通的改善对地方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来到东区卫生所工作人员将来赶工，准备18号下晡完成后华社区筛检站的设立。对此，市长黄伟哲表示，第一波东区卫生所示范办理，一礼拜内包括永康、安南区甲新营拢完成社区筛检站。同时，随着疫情不断检讨各区爱设立的事情。我们目前在这几天紧锣密鼓之下，我们要成立社区的筛检站。再跟大家报告一次这是筛检站，不是快筛站，也不是普筛站。我们的期程是从今天下午在东区卫生所会率先示范成立一站，那1周内会设立4区，包含东区、永康区、安南区、新营区。那会滚动式检讨在37区是否有必要继续的设立。另外，我们的族群会每天公告针对于高风险的族群。大家会问说什么叫高风险的族群？高风险的族群就是我们现在在疫调中，随着个案数的增加，很多的个案暴露在高风险的情形下，我们是不知道他的个资的，是找不到他们的。我们只能透过很多的媒体公告说，请在某天去过某个地方，尤其像火车哪一节哪一乡，你去过的人，请你觉得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立刻到医院去就诊。
但是这些高风险的族群可能就被遗漏掉了，或许他不知道，或许他不在意，就会到社区去爬照了哈。那也可能会造成隐性的感染源。那我们做这个筛检站的目的是针对这些高风险的族群，能够公告通知，他能够主动到我们的筛检站来做筛检。第一个，他一来我们就匡列为自我健康管理，所以你不能说我想筛我就乱说我是高风险就来筛，因为你知道一来筛你就被匡列为高风险族群，你就必须要至少自主健康管理。局长进一步强调，设立筛检站对呼吁高风险群会当主动来筛检，避免形成稳性的感染源，同时减轻急诊病院采检的负担。我们这个设站的目的，第一个是想减轻我们急诊医院的采检的量能。你可以到急诊发现非常多的人都挤到急诊去采检，这个是会造成群聚感染。在此呼吁市民如果你没有很重大不舒服，你只是单纯为了采检，请不要到急诊去，甚至你只是担心，请在家好好休息。担心你现在去采检，只是增加你暴露在高风险的危险下那我们除了减轻我们这个医院的量能之外，急诊医护人员的一个负担之外，我们希望借此补足我们现在防疫勾稽到这些足迹不够的部分，希望协助找出更多的高风险族群。简单讲，社区筛检站就希望协助找出高风险的族群，卖当透过自我健康管理，将感染的风险降到上低。但新闻军局将作为采访报道。为因应国内疫情进入社区流行阶段，并且确保台南市医疗对疫情的掌握，台南市长吴伟霆对18号开始，将比较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举办定期记者会，并提早9点就开始。会中市长依照17号甲病院线定会议的结论，但市各病院的应变作为，包括病院一步一步落实清除感染源计划，特别规划台南病院调向专职的病院，并扩大开设专职病房。昨天下午5点钟，我们跟台南市的各大医院院长还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南部指挥官庄明清教授一起开了视讯会议。那基本上有达成几项这个结论就是说希望医院的部分能够清零那已经成大跟奇美已经做接近完成了，其他的医院也陆陆续续在做。第二，布利台南医院作为这个 COVID-19 的专责医院然后它的里面的这个住院病患会慢慢清空那其他医院也会逐步降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们在到这个5月底之前，如果没有急重大或急症要住院开刀的，奉劝希望说大家能够保留医院量能供给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去医院，不管是住院，不管是开刀，也让自己暴露在比较危险的这个状况。也希望把这个医院的量能保留给可能会有，也可能没有的这个疫情扩大的状况。那所以我们把这个医院量能保留出来，包括成大，包括奇美，包括市立医院、部立医院都会逐步降载。那尤其部立台南医院会逐步清空，让这个成为这个 COVID-19 的专责医院。另外，因为台南部分病院反映筛检的量不够，对此市长嘛只是上升以市预算500万，紧急采购快筛器械，协助病院尽速完成清零计划。市府也拨款积极采购这个快筛试剂，协助这些已经入住院的病人做这个筛检，尤其是这种比较低风险没有症状的，我们先筛一次，但是高风险的原则上还是用核酸来做一个采检，做一个确诊。快筛是比较验不出来，所以会有伪阴性的问题。事实上他确诊，可是他验不出来。那只有这个重症的CT 值很低的那也严重他才验出来，所以他比较迟钝一点。这点是我们跟各位报告这个快筛跟 PCR 的差别。当然，目前病院除了加强门禁加环境的消毒，嘛开始运用远距离医疗来稳定慢性病患者，同时暂停国际医疗。台南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但是我们
头壳痛或者是偏头痛是袂少人的困扰。临床上大部分发生伫20到45岁之间，而且女性较侪。如果初期无治疗，大约有2%会演变成慢性。慢性有可能一听就几啊点钟，或者是几啊天。健保署对今年3月核准一种与钙基因相关的生态拮抗剂来治疗慢性的偏头痛。不过健保的给付也是有条件的限制。GRP 我们叫做异钙素相关基因生态，那这个大概是就是偏头痛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传导物质。那你把这个物质抑制住，理论上它70%-80%的头痛大概就可以被抑制下来。那当然是偏头痛了哈。那目前这个药大概健保可以核准是在第一个就是慢性偏头痛。那慢性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头痛超过3个月。那其中里面头痛有15天，那8天是属于偏头痛这种正波动型的。那第二个就是说病人要吃药物超过3种以上，效果临床疗效都不好，那才能够申请。那申请我们是希望病人能够做头痛日记的记录，那个记录就有一个制式的格式，让病人只要填上去就可以。但是你没有记录，大概用讲的，大概健保不容易通过。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头痛严重的病人。那真的是你一直吃药，止痛药医不医，很多止痛药都一直效果不好，那疼痛的次数越来越多，那或者是频率很严重，那痛起来生活品质很差的，那这种其实我觉得可以来找专门的医生，那我们可以评估，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会帮你申请健保的给付，那可以每个月省掉你1-2万块的一个支出，应该也算还不错。那治疗上就是病人自己也要规则化的运动。食物作息那个都要规律性，越规律就越不会发作了。基比医学中心以去年总共12位接受这种药物自费治疗，家己感觉有改善的有7成，而且以头壳痛的程度上悬9分，平均下降到4.72分。因为这种的针剂并无俗，现在健保有条件的给付，对慢性偏头痛的患者嘛是一种的福音。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各项的器官生理功能嘛会下降。如果肌肉的质量减少，合并强度甲功能的衰退，也就是俗称的肌少症，不但会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会增加跋倒的风险、失能甚至是死亡率。因此，正确的诊断甲治疗就真重要。台湾在114年，就在4年后会变超高龄的社会。那大概5个人就有1个是老人。那老人的话，很常见就是肌少症跟骨质疏松。那肌少症的话，它会造成我们的生活品质会下降，容易跌倒，而且会有一些疾病会产生，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生命安全。所以肌少症那个如果去诊断跟治疗跟预防非常重要。那诊断的话很简单，就是我们通常会测握力跟行走速度，只要一个低于我们的一般正常的标准，那我们再进一步测肌肉量是不是有达到那个减少的一般的人的标准，我们就可以诊断肌少症。根据研究指出，虽然成年人40岁以后肌肉的质量每10天大约减少8%，而70岁以后流失的速度更加紧，大约15%，而且下肢的退化比上肢还紧。因此，医师建议平常时借由适当的运动补充营养，晒一寡日头，补充维生素 D， 嘛会用的预防并且改善肌少症。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位伫北区育成路这间装潢现代、佮具有流行线条的店面，不但中央设有水果吧，而且墙面佮摆满各式的小农直送的新鲜水果，强调产地直送的水果行上午正式开幕，希望结合小农，打造优质健康的新概念。水果我一直相信台湾的水果是很优质的那我们
创始这个理念的一个初衷，也是要帮助我们的一个小农哦，所以我们会希望把台湾的农产品哦能够做出一个很有的价值的感觉，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产品哦，未来可以销售到国外去哦，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那就由这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哦，那从产地小农，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创始的一个中间，哦，一直到我们的客户，然后再导入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本身是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叶俊廷，为了让民众吃得健康，甲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创一间蔬果行。一方面除了挺小农为台湾的农产来行销，另外嘛导入健康的概念，未来将标示水果的营养成分。融入现打蔬果加无糖的优格，打造蔬果行零废弃的目标。一般来讲，我们的一个生产会跟我们的饮食，跟我们的运动，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会有相关。那基本上生产会受我们的饮食影响，大概至少50%以上。那我们的饮食部分，我们会注重很多的营养，像是我们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还有一个蔬果类，蔬菜水果，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在蔬果费，水果这一部分，我们会有一个热量的一个建议，然后甚至未来会推出所谓的健康餐，然后无糖优格，然后还有一些水果的一些切盘，等等，来作为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目前创始店内面所卖的水果，大约8-9成拢是台湾的优质水果，进口的只大约占1成左右。未来将结合卫生商店，甚至开直播来接受民众的预约订单。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肌肉病变不只是一种老化现象。常见伫咧家族性遗传以及部分特定基因的族群，患者会出现大腿肌肉无力，就连久落来徛起来拢真吃力，有当时佫会出现放地势流的状况。这时阵就要赶紧就医检查。每一个人就是常常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肌肉会酸痛啊，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脚就是麻麻的啊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大概也都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一天一个礼拜就是很多次都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那所以很多人就是也因此就是觉得肌肉就是顶多就是麻麻的啊，然后酸痛这个样子。那我有这些症状，我就是贴个酸痛贴片这样子就好嘛。很多的病人到真正来我们的门诊求诊的时候，其实他肌肉的问题已经拖非常久的时间，甚至就是好几年、几个月到好几年都有。那有的时候其实拖了这么久的时间后，其实病人来的时候肌肉都已经萎缩了啦，就站不太起来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去做诊断啊，那虽然可能还是能够有一点点的进步，不过因为肌肉萎缩已经太严重，所以其实病人后半辈子就是可能还是就是得要靠坐轮椅、拄拐杖这个样子。肌肉病变这种疾病，主要是跟自体免疫疾病有关联，医生会采用类固醇以及自体抗体的方式来治疗。它的治疗方式其实只要就是用类固醇或者是一些免疫抑制剂，大多数的病人其实病症就是可以被逆转回来成就是它等于是有点像是发病前，只要他不要疾病到太晚期，可以恢复到发病前的那个状况。廖伟安医生表示，肌肉疾病类型真多元，需要跨科医疗团队合作，才会当正确诊断。民众若是出现大腿无力症状，就要尽早就医诊断，避免延误就医的时机。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过去曾经是柔道选手的肖友伟，伊伫毕业后伫北部从事肉品批发的工作。伊的后生伫8个月大的时阵，因为队重的原因接受手术，原本白白胖胖模样，却因为开刀后消散落肉，互肖友伟真心疼。医生只想互囡仔赶紧恢复健康。后来想起母亲伫做柔道选手的时阵，用地鸡精帮伊补身体。就开始家己动手制作地鸡精，囡仔食了嘛正经恢复健康，所以互肖友伟对这项老祖先的智慧补品真有信心。成立金科威补天地鸡精这个品牌。我儿子在8个月的时候，他出生8个月的时候，他得了有疝气，那刚出生的时候胖胖的很可爱，他因为疝气的关系去开刀，那开完刀之后规消散了吧，那时候我爸妈知道，我妈妈就是做阿伯在遐补完去，怀了
伊低价精，互阮来补安尼。伊早期我嘛是运动选手，较食到受伤啊，啥物货，元气较不足，咱佫无钱通去买营养品，要什么高蛋白来食。所以妈妈阿嬷还用古早人的智慧，来做这个低基金。也因为过去是重视肉品配合工课，互肖友伟对着肉品的好歹有真悬的了解，所以伊制作低鸡精的鸡只，拢是选用花东的土鸡啊。而且就连制作低鸡精的机器，嘛是家己开了3档的时间，甲大批金钱慢慢研发出来的。这台机器是我自己研发制作的，因为这一台是专属用低基精。那这一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同时可以做真空杀菌。因为外面一般我们做低基精以古早的方式，它就是用蒸汽下去，我们就简称叫蒸汽回流法。那蒸汽回流法它是用水加温，然后让鸡汁它本身的土体它慢慢去让它流，像蒸汽浴一样，让它流出它的汤汁下来。但是这样子就有水的成分，跟它里面的营养就会稀释掉。那我们用这个方式，就是也是用隔水加热的方式，但是它的温度跟压力要有，它这个钢板这个钢板非常厚，它就用它慢慢用长时间慢慢让它逼出来。肖友伟表示，100斤的油一鸡肉，经过48点钟的提炼，平均只会当做出155罐的低鸡精。虽然高工又够了时。但是会当将这个够健康又够好口味的产品推荐给大家，一切拢真价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台病院探听科主任林宗仁医师表示，对着顽固性探听、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或者是脊髓炎症，一般止痛药拢无法度控制探听，这时阵就当考虑脊髓内输注胖普疗法。透过将药物直接拍入去关键所在，达到快速有效的止痛效果。治疗的方式它是非常直接的，直接把这个药物打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它的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强啊。这是有别于我们传统治疗，那要吃药，吃了药之后，它就要经过肝脏、肾脏的全身系统的循环之后，它的药物到达实际上神经系统会非常的小，所以如果说能够改用这种方法。它的效用有时候可以达到100倍、300倍以上的这种效果，所以如果是对于难以治疗的疼痛这是一个选择之一。脊髓内输注胖普疗法不只是适用在止痛药物，另外该疗法嘛适用在肌肉松弛顶。它是一个输注的这个方式，所以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第二多的就是属于像肌肉松弛用的有些人是天生就是脑性麻痹、中风后肌肉僵硬，或者是说他得到这种脊椎的疾病，让这个四肢那个肌肉僵硬，那这种过程他就可以将这个药物打到脊髓里面，它的药物比你用吃药的效果会好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的副作用也会相对小很多。脊髓内输注比起口服，或者是静脉注射，只需要降低药物浓度，就当有效舒缓探痛，而且嘛比较无容易出现头晕、想要吐的副作用。不过胖普疗法健保并无给付，一届疗程大约需要20多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